他出身贫寒，经过艰苦努力，终成一代红伶。然而正当风华正茂之时，他却突然离世，结束了年仅27岁的生命。很多人把他的死和阮玲玉相提并论。那么小丹桂究竟因何走上轻生的道路？他的死和送他到医院的一个男人之间又有何关联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1集：服毒自杀。她是民国时期红极一时的越剧皇后，正当大红大紫之时，她却突然自杀身亡。有人说她死于经济纠纷，也有人说这起悲剧与她和2个男人的感情纠葛有关。而检察机关法庭指控小丹桂是受他人教唆而自杀。那么小丹桂自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他留下的遗言《做人难》中又包含了怎样的隐衷？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从今天开始，我们讲一起发生在民国年间的越剧明星自杀以及由此引起的刑事诉讼案。那是在民国36年，也就是1947年10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在上海市北京路宋家弄路口，一个中年男人背着一个年轻女性，在马路中间拦下了一辆3轮车。3轮车夫看了一眼那个中年男人和他背着的年轻女性，只见那个男人个头不高，身材微胖，西服革履，看起来像个有钱的主。此时那个中年男人提高了嗓门，冲着他喊道：快快去医院！3轮车夫闻言赶忙停稳了车子，帮着中年男人把那个女人安放好。这期间那位中年男人显得很着急，一个劲儿地催着3轮车夫快点快点。3轮车夫也跟着着急起来，他边登车边问中年男人要去哪所医院，但中年男人根本不回答他的话，只是一个劲儿的大喊大叫，催着他快点再快点，还说呢，要是耽误了抢救病人，就要让他偿命。3轮车夫听了这话更着急了，只得拼了命的蹬着车子往前赶。但世间的事情往往就这个样子，越是慌乱越容易出乱子。3轮车夫只顾了着急，车子蹬得太猛了，慌乱中竟然把链子给蹬断了。3轮车本来就是靠着链条传送动力的，链条断了，车子干脆连走也走不了了。无论中年男人怎么着急喊叫都不管用，中年男人气急败坏，抡起巴掌就要去打那个车夫。这个时候马路上有不少在旁边看热闹的人，有人提醒中年男人赶紧打电话叫辆汽车吧。中年男人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跑到附近的楼里去打电话。10几分钟以后，汽车来了，司机帮着中年男人把那个年轻女人抬上了汽车。司机看了一眼那个女人，只见她穿着一身条格子短衫裤，紫色的绸夹袍，绿绒线外套，脚着呢绒丝袜，白缎鞋子，五官俊俏，但面色苍白。司机总觉得这女人有几分眼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个时候中年男人又在旁边一个劲儿地催他快点快点。司机行动敏捷地发动了汽车，他对这一带很熟悉，脚踩油门，汽车风驰电掣地驶向了附近的中美医院。中美医院是一家美国人办的医院，规模不大，里边都是洋医生，设施先进，在当年的上海也算是小有名气。汽车载着病人来到医院以后，护士马上迎了上来，让中年男人把病人安放在病床上。护士看了一眼病人，发现病人面无血色，双目紧闭，嘴角似有血痕，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消毒液味道。护士意识到病人的病情危重，很着急，但是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当时正在晚饭的时间，医生吃饭去了。
中年男人听说医生不在，就又大喊大叫起来，让护士赶紧抢救病人，又让他赶快去叫医生。护士一面安慰中年男人，让他坐一会儿，一面让医院里的其他人赶快去找医生。但中年男人急得在屋子里边团团转，如何坐得下来？不长时间，医生跑着赶了来。医生简单看了一眼病人的情况，便让护士将病人抬进急救室，一面向中年男人询问相关的情况。但中年男人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医生赶快救人，对于病情呢，却是吞吞吐吐。后来经过医生再三追问，才不得不说出真相。他对医生讲病人在家里喝了1整瓶的莱沙尔。中年男人的话证实了医生的初步判断，同时也让医生的心进一步收紧了。因为莱沙尔是一种强力消毒液，毒性大，作用快，哪怕只是少量的服下也会有生命危险，更不用说是喝了1整瓶。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给病人洗胃，尽力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医院安排了几位医生护士为病人洗胃，并且辅以其他的抢救性的措施。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人认出了这位喝莱沙尔消毒液的女人正是红透上海舞台的粤剧演员小丹桂。医生与护士中有不少小丹桂的粉丝，如今心中的偶像生命垂危，他们自然心急如焚。他们明白，莱沙尔不仅毒性大，而且味道刺鼻，不大可能出现误服。小丹桂一次喝下了1整瓶的莱沙尔，很明显是要自杀，这也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困惑。很快，外边的不少人也从这样那样的渠道获知了小丹桂自杀的消息，人们从4面8方聚集到中美医院，站在医院的大门外焦急地等待着，希望他们心爱的演员能够化险为夷，希望医生能够从死神手里把小丹桂抢救回来。确实当时在医院接受抢救的正是粤剧名伶小丹桂。粤剧是很受上海戏迷喜爱的一种地方剧，而小丹桂则是票房价值最高、拥有观众数量最多的粤剧明星。他从10几岁起就登上粤剧舞台，10余年间演出了5000多场戏。他嗓音甜润，扮相俏丽，文武兼长，旦角生角都很出色。由于他的出色表演，曾经被誉为是粤剧元老派5大花旦之一，又是新兴的革新派10姐妹之一。他所在的剧团以他的艺名被命名为丹桂剧社，他经常演出的剧院被命名为丹桂剧院。在当年的上海粤剧界，享有如此殊荣的人，除了他没有第2个。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如今人们听说他服了毒，生命垂危，便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守候在门外，希望医生能够从死神手里抢救出他的生命。在众人焦急等待的同时，医生们正对小丹桂进行紧张的抢救。那么他们的努力能否让这位当年的粤剧明星获得一线生机呢？下午6点15分，一辆手术车被从急救室中推出来，小丹桂静静地躺在车上，身上盖着一块大大的白布。医生对等候在手术室外面的人们摇了摇头。那一刻，许多人的心都碎了。紧接着，人们被正式告知，小丹桂服用大量莱沙尔，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终因服毒过多，加之送医院的途中耽误了不少时间，错过了最佳时机，最终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小丹桂死了，他的死令他的同事朋友，特别是广大的戏迷处在巨大的悲痛中。小丹桂死后，他的遗体被安置在淮海路乐园殡仪馆。
10月16日大连时，全市34家粤剧场子停演日常，300多名粤剧演员和5万多名来自各界的群众涌向殡仪馆向他致哀。小丹桂的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震动。那么，作为人们心目中风光无限的一代红伶，小丹桂为何会突然走上轻生的道路？在他自杀身亡的事件中，那位送他进医院的男子张春帆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1集：服毒自杀。小丹桂服毒自杀以后，是被一个中年男人背着送上了3轮车，随后又换成汽车送到了医院。那个中年男人叫张春帆，是小丹桂生前所在丹桂剧团的老板。关于他和小丹桂之间的关系，人们原本就有不少议论。而在小丹桂死后不久，报纸上又报道说张春帆被警方抓起来了，随后又被检方提起公诉，罪名是教唆小丹桂自杀。这样一来，社会上的各种传言与猜测就更多了。小丹桂为什么要自杀？小丹桂与张春帆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小丹桂自杀这件事情上，张春帆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当年的人们其实并没有真搞清楚。就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说起这件事情，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来试着拨开历史迷雾，还原这起案件的真相。我们先从小丹桂的身世讲起。小丹桂本姓钱，原名春韵，小名春凤。民国9年，也就是1920年，出生于浙江盛县西乡长乐村。据说他的祖上曾经出过大官，但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经是家境破败。他父亲是个穷书生，在村里的私塾做教书先生。盛县有句土话，叫做7讨饭8教书，就是说教书先生的生活还不及叫花子。小丹桂一出生就过着苦日子。3岁的时候，父亲有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他和他的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过着更加穷苦的日子。姐姐秋韵比他大14岁，到了出嫁的年龄，但因为没有嫁妆嫁不出去。哥哥比他大5岁，妹妹比他小2岁。为了艰难度日母亲无奈之中把他卖给邻村一户中等人家做童养媳，换了一点钱，想着给大女儿办套嫁妆。所谓童养媳，就是小时送给人家当丫头，等长大了给人家的儿子做媳妇。只是由于他受不了那户人家的虐待，经常跑回家来不肯去了，那户人家就不喜欢他，母亲只得又把钱还给人家，把他赎了回来。小丹桂8岁的时候，曾经在本村的私塾里读了将近2年的书。能够做到这一点，还要算是沾了他死去的父亲的光。由于他父亲生前做过教书先生，村里便照顾他们兄妹，让他们可以不用交学费去读书。但书没有读满2年，母亲又去世了。那年小丹桂还不满10岁。母亲去世以后，家庭重担落在了小丹桂的哥哥钱伯仇肩上。钱伯仇那时刚年满15岁，应当说也还是个孩子，但是呢，却要担起全家的担子。姐姐要出嫁，2个妹妹要长大，家里除了2亩薄田，再无其他生财之道，想想也真是够难为他的。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距长乐村5里路的崇仁镇办戏班，要招学员。戏班取名高升舞台，占用镇里的戒德寺。戏班呢，不收学员的学费，还管吃住。但入了戏班就要遵从戏班的规矩，违反规矩打骂责罚，一切都要听班主的，而且呢还要立下生死文书，讲好了生老病死各由天命。盛县人呢大多喜欢看戏，不仅戏班多，能唱戏的人也多，
男男女女的都能哼上几句。小丹桂就是一个天生的戏迷，所谓锣鼓响，脚底痒啊。4里8乡，无论哪里有唱戏的，他都要赶去听一听、看一看。他不仅喜欢听戏，还偷偷的跟着学，没人的地方呢，也能唱上几句。如今听说崇仁镇里有人办戏班招学员，便向哥哥提出自己要去报考。哥哥正为沉重的家务发愁，妹妹去学戏，戏班里包吃住，家里少了张吃饭的嘴，那是件好事情，哪里有反对的道理？于是小丹桂便到崇仁镇戒德寺报名参加高升舞台戏班，学唱绍兴文戏，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越剧。高升舞台的班主叫邱光贤，盛县崇仁镇本地人，曾经做过盛县第一个女子戏班的班主。他用行家的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着站在面前的这位小姑娘，觉得她容貌虽然算不得妩媚，但线条分明，想来扮相不会差。特别是她那双眼睛，一对眼珠滴溜溜的转，水灵灵的，好像会说话。邱光贤又让他表演了几个动作，听他唱了几句戏文，便认定这是一块很好的璞玉，只要好好雕琢，准能成器。邱光贤当下决定收他入班，因为他体型娇小玲珑，便让他学唱花旦，并且为他取艺名小丹桂。小丹桂天生丽质，天资聪明，又读过一点书，在戏班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加上刻苦用功，戏学得很快，不仅学会了文戏的基本动作要领，还学会了一些武戏的招数，成了一个能文能武、能唱花旦、会唱小生的全面手。不到1年时间就学成出徒，而且呢，当上了戏班的主力花旦，用当年的术语讲，叫做头肩旦。小丹桂走上越剧表演舞台并崭露头角，那么日后对他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张春帆又是怎样一个人？本在裘光贤戏班中演戏的小丹桂又是如何与张春帆相识的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1集：服毒自杀。上面我们大致介绍了小丹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张春帆。张春帆是怎样一个人呢？小丹桂又是如何与他相识的呢？这就要从小丹桂到上海演出的经历讲起。小丹桂所在的高升舞台起初也像当年的许多小歌班一样，主要是在盛县以及周边的乡镇演出。后来由于受观众欢迎，有了盈利，便开始到萧山、绍兴、余姚、宁波、杭州这些地方演出。大约在民国27年，也就是1938年的前后，高升舞台进入了大上海。这对于小丹桂和他的高升舞台来说，就相当于是鲤鱼跳龙门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全国的文化娱乐中心，各类艺术、各地名角汇聚于此。在各类艺术形式中间，上海观众好像格外喜爱越剧，他喜爱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本地的沪剧，这就为盛县的越剧科班提供了广阔的表演舞台。当年的越剧演员在盛县、绍兴唱红了，那不算是真红，只有在上海唱红了，才算是真正的名角。而小丹桂来到上海以后，也确实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接受了磨练，成长为名角。小丹桂好像天生适合表演，她在台下并不显得十分漂亮，但一登上舞台就显得妩媚动人。她在日常生活中不善谈吐，甚至有几分木讷，但一到台上，事先准备好的唱段台词便脱口而出。特别是她的唱腔有功底，有韵味。她唱4宫调，轻松活泼，流畅悦耳，感情细腻；唱清板，字字清晰，声情并茂。靠了这些，她很快就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也成为高升舞台的台柱子。那时的戏班都是以唱生角的挂头名，旦角呢挂二名，但高升舞台却破例将唱花旦的小丹桂挂头名，可见高升舞台对小丹桂的重视。高升舞台规模不大，小丹桂尽管成了高升舞台的台柱子，但在整个上海越剧界名声还不算大。不过呢，他功底好，善学习，又年轻，还不到20岁，因此周边的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好苗子，用不了多久准能成名角。然而，令许多人大感意外的是，正在小丹桂迅速走红的关口，高升舞台却由于种种原因悄然离开上海，不久就解散了。这种情况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更感到惋惜。就是这样，已经小有名气的小丹桂满心惆怅地离开上海，离开高升舞台，又回到儿时生活的长乐村。他父母早亡，此时姐姐已经出嫁，哥哥已经成家，妹妹尚待阁闺中。他回到长乐村以后，与妹妹一起住在哥嫂家。他从小学着唱戏，离开舞台他什么都不会，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也不清楚。此时的小丹桂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正在这时，有个男人通过他的哥哥钱伯仇找到了小丹桂，邀请他联合高升戏班的其他成员再回上海重返舞台。小丹桂听了为之心动，但是呢又有些不放心。心动的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自己心爱的舞台，实在是想着重返上海为观众演出。不放心的是呢，对于找上门来要带他出去的那个男人，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个男人就是我们在前边提到的张春帆。张春帆他也是浙江盛县人，家住崇仁镇3木楼村。他生于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比小丹桂大13岁。他小的时候家境贫寒，读书不多，说话是高门大嗓，有些粗鲁。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曾经在崇仁镇保安团当过警察。那个时候邱光贤正在崇仁镇戒德寺里边训练高升舞台戏班学员，张春帆有事没事经常往邱光贤那里跑。民国20年，也就是1931年，他在余姚马主镇当上了保安大队长，因为奸污妇女差点坐牢。后来他只身闯荡上海，先是在一家丝绸织造厂里边当工人。他这人脑子活，看到丝绸业有利可图，便联络了2名同乡，3个人凑了1000块钱，弄了几台木质的织绸机，办了一家织绸厂，由他出任经理，负责经营。靠着这家织绸厂，他淘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后来又追加资本，办了多家企业，挣了不少钱。等他到长乐村找小丹桂的时候，已经成为家乡人眼中颇有成就的企业家了。张春帆与小丹桂此前曾经见过几次面。当张春帆看到舞台上的小丹桂的时候，简直惊为仙女下凡。这以后，张春帆就喜欢上了越剧，喜欢上了小丹桂。民国27年，也就是1938年，高升舞台来上海演出，张春帆几乎天天来观看。后来见到高升舞台走了，听说回家乡演出了，他就觉得很遗憾。再后来又听说戏班解散了，他在遗憾之余又意识到机会来了，觉得其中隐藏着商机。当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上海已经沦为孤岛，有钱的落难的人纷纷躲进位于孤岛中的外国租界。在这样的背景下，戏院畸形繁荣，特别是像越剧这样的女儿戏更是大受欢迎。于是张春帆便决定回老家找小丹桂，
再把高升舞台重新组织起来，在空前繁荣的粤剧市场上赚他一个盆满钵满。张春帆对小丹桂很有信心，但小丹桂对张春帆却没有什么印象，他心里很不踏实。多年的演出生涯使他了解到演艺市场的艰辛，连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多年的邱光贤都败下阵来，一个从没有管过戏班的张春帆还能成什么气候？对于张春帆的邀请，小丹桂心怀疑虑，然而重返舞台的吸引力又让他心动不已。最终，小丹桂答应联络高升舞台的其他姐妹，在张春帆带领下重返上海。那么，小丹桂第二次到上海演出的前景如何？他和张春帆之间又会发生什么？而他此次到上海演出的经历与他日后的自杀又有何关联呢？请明天继续收看。小丹桂随张春帆到了上海，并迅速走红。那么张春帆采取了什么办法，使得小丹桂在上海大红大紫？而随着小丹桂的走红，他和张春帆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又给小丹桂的悲剧命运埋下了怎样的祸端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畸形关系埋祸根。王守义13香，邀您接下来收看法律讲堂文史版。小丹桂随张春帆到了上海，并迅速走红。那么在小丹桂第一次赴上海演出失败而归之后，张春帆又采取了什么办法，使得小丹桂在上海大红大紫？而随着小丹桂的走红，他和张春帆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又给小丹桂的悲剧命运埋下了怎样的祸端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2集，畸形关系埋祸根。1947年，粤剧明星小丹桂自杀身亡，之后送他到医院的男子张春帆被捕。张春帆是小丹桂的同乡。1938年左右，小丹桂跟随高升舞台的班主裘光贤到上海演出，不料失败而归。此后，张春帆找到了小丹桂，邀请他联络高升舞台的其他成员，重返上海演出。在张春帆与小丹桂的共同努力下，高升舞台的大部分演员又聚拢到了一起。大约在民国29年，也就是1940年的年中，张春帆率领着他们又回到上海，名称仍然叫高升舞台，演出场地还是在卡德剧院。几乎所有谈论张春帆的书中都讲到他不懂艺术，这话对不对呢？恐怕要从2个方面来讲。一方面，张春帆确实没有舞台表演的经历，也没有当过戏班的班主、琴师、乐师之类的角色，在当年的戏班班主中，他要算是个另类。但这只能说他不会唱戏。从他担任高升舞台班主以后的表现来看，至少说他对于戏班的管理与舞台的经营适合了当年的社会环境，也适合了观众的欣赏口味。我们前面讲过，在张春帆当戏班班主之前，小丹桂曾随高升舞台来过上海演出，但不久戏班就解散了，小丹桂呢也回了家乡。那次的问题不是出在小丹桂身上，而是出在班主邱光贤身上。大上海群星璀璨，人才济济，一个剧团要在上海站住脚并不容易，戏唱不好那肯定是不行，戏唱好了也不一定就行。那是社会环境很乱很复杂，各种流氓恶势力猖獗，黑道白道交织在一起，哪条道也不好走。而女子戏班又是一个美女如云的地方，
这就让社会上的一些流氓恶霸垂涎不已，想入非非。自从小丹桂出名以后，便不断有人来请他去唱堂会。那时的堂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堂会是真唱戏，有的呢是以堂会为名邀请演员吃饭跳舞，更有人公开讲想着与小丹桂交个朋友。面对这些人的纠缠，邱光贤不敢松口，又不敢断然拒绝，只能编出各种理由去被动的应付。遇到非去不可的堂会之类的应酬，他呢就亲自督阵，唱完带着演员就走。这样的方法虽然可以保证不出事，但是呢也得罪了不少社会上的权势人物。他们经常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挑戏班的毛病，或者派些痞子前来捣乱，让邱光贤不胜其烦。旧上海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得邱光贤苦于应对，这成为高升舞台首次到上海演出失败而归的重要原因。那么面对相同的复杂环境，张春帆又采取了什么办法打开了局面呢？那这次高升舞台重返上海是由张春帆做班主，在对戏班的内部管理上，张春帆与邱光贤大不相同。邱光贤对于戏班抓得很严，也显得有些死板。那时戏剧界有一种风尚，演员在社会上拜过房娘。所谓过房娘，就是北方人说的干娘。演员拜过房娘其实是想着找个依靠。对此，邱光贤严厉制止，认为这种行为会影响演员集中精力演戏，还会把外面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招进戏班里。在这方面，张春帆与邱光贤想法完全不一样。张春帆明白，在大上海干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靠山，没有靠山只能任人欺侮。要让一个美女如云的戏班在上海滩站住脚，让各类色鬼不敢骚扰，就必须有更强大的靠山。因此，张春帆不仅不干涉演员去拜过房娘，而且呢，还为小丹桂穿针引线拜了过房娘。小丹桂的过房娘来历非凡，她来自上海帮会大哥大黄金荣的府上，是黄金荣的儿媳黄李志清。黄金荣是上海的大亨级人物，张春帆攀上黄金荣的高枝也是件很偶然的事情。那是在几年以前，黄金荣在上海办了一个中信社，以为自己壮大门面，善于投机钻营的张春帆花了不少银子，混了一个中信社社员的名目，算是与黄金荣有了一点关系。如今他要办戏班找靠山，黄金荣自然就是理想的靠山。这样一来呢，小丹桂变成了黄李志清的干女儿，成了黄金荣的干孙女。有了这样的强大靠山，七七八八的小混混们哪里还敢来捣乱？让邱光贤头痛不已，以至于最终不得不解散高升舞台的社会骚扰问题，张春帆只用了这么一个小办法，就轻松地化解了。接下来，张春帆又凭借自己财大气粗的优势，扩大戏班规模，整修演出场所，还为小丹桂精心挑选和量身打造了多出剧目，并通过媒体等各种手段，大力塑造小丹桂的明星形象。张春帆的努力，再加上小丹桂的表演功力，使得小丹桂在上海迅速声名鹊起。在以前，小丹桂虽然凭借着自己的演唱实力在大上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距离真正的大牌明星还相差很远。那时舞台上真正的明星是三花义娟。三花义娟是4个花旦演员，分别叫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楚学，他们又被称为粤剧的4大花旦。小丹桂虽然实力不俗，但名气与三花义娟还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对于三花义娟，小丹桂还只有敬仰的份儿。到了民国30年，也就是1941年以后，粤剧界的4大花旦变成了5大花旦，
三花一娟变成了三花一娟一贵。再后来，小丹桂的知名度与舞台号召力进一步走强，其风头已经盖过了三花一娟，业界就有了所谓三花不如一娟，一娟不及一贵这样的说法。到了民国33年，也就是1944年的前后，高升舞台正式更名为丹桂剧社，浙东大戏院重新装修以后，正式更名为丹桂剧院。小丹桂终于成为上海粤剧舞台上的超级明星。那在小丹桂迅速走红的过程中，张春帆的社会地位与实力也随之大幅度提升。他不仅当选为上海粤剧同仁联谊会的理事，买下了国泰浙东2大戏院，而且呢还通过控股、参与经营等等形式，间接掌管了明星、天宫、皇后、丽都、同福、老凤、恩泰雅等等这些戏院，几乎掌握了上海戏院的半壁江山。不仅成为粤剧界最有实力的剧院经理，其实力地位在整个大上海的娱乐业也是屈指可数。张春帆的努力使得小丹桂在上海大红大紫，与此同时，他们两人也由单纯的剧团老板与演员的关系悄悄地发生转变。那么，张春帆与小丹桂之间究竟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畸形关系？这种关系又给小丹桂的命运埋下了怎样的祸端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2集：畸形关系埋祸根。一个是超级明星，一个是大牌经理，一个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一个在舞台下日进斗金。这两个人呢，真的很令使人羡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人的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什么变化呢？那就是他们已不再是单纯的老板与明星之间的关系，而是出则同行，夜则同宿，仿佛成了一家人。这个变化发生在民国31年，也就是1942年的前后。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一家人，前面有一个修饰词“仿佛”，因为那个时候张春帆已经成了家，妻子叫邱瑞元，也是浙江盛县人。他们两个人呢是在老家成婚，婚后妻子随着他四处漂泊，此时就随他住在上海。他们已经有了2个儿子1个女儿，把那个家抛开，与妻子离婚，再与小丹桂结婚，另建家庭，张春帆从来没有说过，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在当年周边的人们看来张春帆这是在包外事，小丹桂就是他的外室夫人。男人有钱了，在外面包外事，这种情况在民国年间很常见。男人与外室，有的是瞒着妻子偷偷摸摸的在外面过，有的呢是公开的与外室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就有些类似于纳妾，只是呢做外室的女人没有妾的名分。张春帆与小丹桂就属于公开的那一类。张春帆的妻子对丈夫与小丹桂的外室生活是知道的，因为他们就住在同一座楼里。那是在北京路宋家弄的一座3层楼，1楼是临街的门脸，开了一家五金店。小丹桂住在2楼，邱瑞元住3楼，对面呢就是张春帆的国泰大戏院。这种居住环境就决定了邱瑞元与小丹桂经常见面，但谁也不进谁的门，2个女人各自过各自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这种格局当年也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2头大。当然，张春帆与邱瑞元、小丹桂的这种2头大，与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些一妻一妾的2头大又不相同。因为小丹桂并不是张春帆的妾，她没有任何名分。有一条内幕是小丹桂死后才披露出来的，那就是小丹桂已
已经入了张春帆家的户籍册，只是在与户主张春帆的关系一栏里填写的不是妻，也不是妾，而是表侄女。这样说来，从法律的角度看，他们两人就成了表叔与表侄女的关系。这个事情小丹桂应当是知道的。既然知道，他为什么会同意这么做呢？估计也是出于无奈。他既然做不了张春帆的妻，又不肯做张春帆的妾，以表侄女的身份落了户，至少也算有个家。当然，他也知道，以这样的一种身份，保持着那样的一种关系，有违世间伦常。那么，小丹桂与张春帆是怎样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小丹桂是被逼迫还是心甘情愿的呢？对此，人们说法不一。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来分析，小丹桂与张春帆的结合，与我们前面讲过的陆兰春与黄金荣的结合有几分相像。陆兰春是明星，黄金荣是老板。陆兰春做了黄金荣的外室，虽然不能说是被黄金荣强奸强迫，但是呢，也与黄金荣的强势地位不无关系。小丹桂与张春帆的结合，起初的情况很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另外，小丹桂身为越剧演员，还有一个对戏班班主的人身依附问题。当年的一些地方戏班多是由班主出资组建，演员与班主签订有生死契约，奖赏责罚全凭班主决定，甚至有打死人不偿命的条文。一些女演员长得漂亮，戏唱得好，被班主纳了妾或者收为外室，在戏剧界根本就是平常的事情，算不上什么新闻。小丹桂所在的戏班就是由张春帆出资组建起来的，而张春帆的态度蛮横，做事霸道，远近闻名。小丹桂被他看中了，想不服从恐怕也难。张春帆为人的蛮横与霸道，在当年的越剧界是出了名的。比如剧团里有个演老生的女演员叫邢月桥，因姐姐生病住院，便想着离开剧团一段时间，自己带上几个人到嘉兴演出，以便多挣点钱为姐姐看病。张春帆听后不仅一口回绝，还扣下了邢月桥的行李和包银。邢月桥的姐夫去戏院取行李，竟被张春帆指使的人暴打一顿。这还不算完，张春帆又赶到医院，向着躺在病床上的邢月桥的姐姐兴师问罪。像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许多人心目中张春帆简直就是个戏霸。据说还有人提醒小丹桂，让他注意不要与张春帆走得太近。但小丹桂可能是慑于张春帆的淫威，没敢听从人们的劝告，最终还是与张春帆生活在了一起。对于张春帆的蛮横与霸道，小丹桂是有切身体会的，用不着别人的提醒与告诫。他与张春帆在一起生活以后，张春帆对他管束很严，他到什么地方去要与张春帆打招呼，张春帆同意了就可以去，张春帆不同意就不能去。与朋友会面，参加其他的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样子，这在演艺圈里边已经是广为人知。当年大力推动新越剧改革的袁雪芬曾经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情。袁雪芬要发起一个义演活动，建一个大型的剧院，想争取让小丹桂也参与其事。他对小丹桂年轻，平时两个人很少接触，便向别人打听小丹桂的情况。有个叫徐玉兰的演员善演小生，曾长期与小丹桂唱搭档。他就对袁雪芬讲，说小丹桂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主，要找张春帆说才可以。袁雪芬便找到张春帆，第一次没有讲通，第二次讲清楚这件事情对他的剧团有利。张春帆高兴了，满口答应，连说没有问题，这是出风头的事情，春凤一定参加义演。
他还说你不必去看春凤了，我告诉他参加就是了。春凤是小丹桂的小名，在这件本来应该由小丹桂个人决定的事情上，张春帆大包大揽，根本不同小丹桂商量就决定了。而且没过几天，小丹桂就找到袁雪芬，什么也没问就签了字。这件事情给袁雪芬印象颇深，用他的话说，可见春凤姐是毫无自由的。与张春帆的畸形关系以及张春帆对他的人身控制，使得小丹桂痛苦不堪。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边。在小丹桂临死前1年，他的演艺事业也遭遇了危机。那么这种危机是什么？它会是小丹桂轻生的根本原因吗？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2集，畸形关系埋祸根。她是民国时期红极一时的越剧皇后，正当大红大紫之时，她却突然自杀身亡。有人说她死于经济纠纷，也有人说这起悲剧与她和2个男人的感情纠葛有关。而检察机关法庭指控小丹桂是受他人教唆而自杀。那么小丹桂自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他留下的遗言《做人难》中又包含了怎样的隐衷？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大约从民国35年，也就是1946年起，小丹桂与张春帆的关系又有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变化首先是由新越剧改革引发的。越剧原本没有剧本，演员上台以后，凭着自己对剧情的理解，随口说出自编的台词。可是后来随着演出市场竞争的加剧，各剧团剧院都在探索革新之路。大约从民国30年，也就是1941年起，有些剧团开始试行编导制，就是吸收话剧和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一个剧目先由编剧写出剧本，演员在导演的指导下，按照剧本规定的动作与台词来演出。有了专职的编剧，就可以不断的有新剧目问世，这就极大丰富了舞台的内容与形式。而且由于有了完整的剧本，演员在导演指导下精心排练，也使舞台表演更加精致。这种经过革新的越剧，当时被称之为新越剧。随着新越剧的兴起，一大批舞台新秀脱颖而出，代表人物有袁雪芬、尹桂芳、傅全香等等。他们这些人朝气蓬勃，锐意革新，不断推出新剧目，尝试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与欢迎。与他们相比较，小丹桂就属于元老派了。他虽然也演出了一些新的越剧剧目，但与革新派相比，新剧目演出数量少，影响也不及袁雪芬那些人。随着小丹桂舞台影响力的降低，他在张春帆心中的分量也在下降。有资料显示张春帆已经有心要用其他演员替换小丹桂，并且已经在做相应的准备工作。据袁雪芬回忆，1947年下半年，张春帆曾邀请他到国泰大戏院演出，而那里原本是小丹桂演出的主要场地。袁雪芬问张春帆为什么要请他，不是有小丹桂吗？张春帆说，单靠小丹桂怕不卖座，还说小丹桂如今已经是人老珠黄不值钱。有了人老珠黄不值钱这样的认识，张春帆对于小丹桂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以前他虽然为人霸道，但要靠小丹桂挣钱赚门面，因此平时对小丹桂还算热情，对小丹桂的生活也较为关照。自从小丹桂在舞台走下坡路以后，他也变了，对小丹桂的生活不管不顾。据说那段时间，小丹桂每天演出到很晚，回家以后连口热饭都没有，只能吃冷饭剩饭。
更让小丹桂难以忍受的是张春帆的妻子邱瑞元也开始有事没事的往小丹桂的屋里跑，对小丹桂指手画脚，冷嘲热讽。我们前面讲过，小丹桂与张春帆生活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名分，但在社会上一般人的眼里，算是张春帆在外面包了外室。这种外室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与内室不往来，两个女人井水不犯河水，这是两头大的基本含义。如今原配妻子开始频繁地进出外室，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还能算是两头大吗？不少熟悉小丹桂的人都曾经回忆说，那段时间小丹桂更加沉默寡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甚至有人回忆，小丹桂当时还想到过死。据他的舞台搭档徐玉兰回忆，在1947年1月，他与小丹桂随着剧团赴杭州义演。11日那天，天降大雪，姐妹几人利用演出空隙外出踏雪赏景。只是美景之中，大家玩得十分兴奋。在玉皇山顶，有人无意间问起了小丹桂的身世，这便戳到了小丹桂的痛处。只见她脸色大变，一会儿便向姐妹们哭诉起来。那天到最后，她含着眼泪对姐妹们说：“我恐怕活不到30岁，如果我死了，就把我葬在这西湖边吧。”后来小丹桂自杀的时候，果真不到30岁。有人据此推断说，小丹桂此时已经有了自杀的想法。他后来的自杀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他的自杀只是按照早先的计划行事。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从以后的事态变化来看，小丹桂确实没有活到30岁。但要是说他从在杭州参加义演的那个时候起，就打定主意要在30岁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呢也是言过其实。因为那一次从杭州回到上海以后，又有一个男人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小丹桂的身边。这个男人风流倜傥，才华横溢，谈吐文雅，又很乐意与小丹桂往来。在他那里，小丹桂那一接近于干枯的心田似乎又得到了春雨的浇灌，而他与张春帆的共同生活也由此发生了某些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粤剧名伶小丹桂被剧团老板张春帆霸占，演艺事业又遭遇危机，使他倍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令他心动的男人来到了他的身边。那么这个男人是谁？他的出现为何非但没有让小丹桂脱离危机，反而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爱如昙花》。粤剧名伶小丹桂被剧团老板张春帆霸占，演艺事业又遭遇危机，使他倍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令他心动的男人来到了他的身边。那么这个男人是谁？他的出现为何非但没有让小丹桂脱离危机，反而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3集。爱如昙花。1940年，20岁的粤剧演员小丹桂跟随剧团老板张春帆到上海演出，并很快大红大紫。在此过程中，小丹桂被张春帆霸占，成为了张春帆的外室夫人。之后，小丹桂的演艺事业又遭遇了危机，这让她的内心更加痛苦，甚至有了自杀的打算。正在这时，一个男人的出现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那个男人原名金斌，又叫金兆元，是个剧作家，常用笔名冷山。冷山，苏州人，
生于民国6年，也就是1917年，比小丹贵大3岁。他原来是上海实验电影工厂的电影演员，因为有文化，善于写作，被张春帆请来做编剧兼导演。冷山进剧团也是粤剧改革的结果。我们前面讲过，粤剧原本没有剧本，演员根据简单的剧情提示，自己到台上去即兴发挥。按这种套路演的戏，当时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鹿头戏。粤剧改革以来第一条就是改掉鹿头戏，把专职的编剧请进了剧团，由编剧事先写出完整的剧本，演员在导演的指导下严格按剧本排练演出。冷山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张春帆请进了丹桂剧团。但令张春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冷山进了丹桂剧团，他张春帆与小丹桂之间的关系却产生了危机。冷山文学修养好，在艺术上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为丹桂剧团编导的第一部戏是根据英国作家艾米丽·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改编的《此恨绵绵》，属于西装戏，由小丹桂饰演女主角。在排练及演出当中，身为编剧兼导演的冷山自然少不了向演员讲戏，这便与身为主角的小丹桂有了较多的接触。小丹桂很钦佩冷山的文学修养，也很喜欢他那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冷山呢，也很钦佩小丹桂的表演才华。他们年龄相近，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又有着相近的艺术灵感，两人见面机会多了，共同语言也多了，渐渐的就有了那么一点心灵的感应。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很成功，此恨绵绵上演以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冷山又为丹桂剧团编导了多部戏剧，都受到观众的如潮好评。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小丹桂两人的往来也更加频繁，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说不完的话。1947年4月，丹桂剧团排演时装戏《秦怀岳》，小丹桂饰演女主角。这部戏的导演是应时，按说没有冷山的什么事，但冷山呢却天天泡在剧场里。剧中有个情节，女主角为环境所迫跳秦淮河自杀。在跳河的那场戏里，为了追求效果逼真，小丹桂需要从大约1米高的台子上跳下去，这自然有一定的危险性。每到这个时候，冷山就会在后台扶他一把，还有人讲呢是上前抱住。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有一个亲昵一些的动作。这个情节耐人寻味。演员在舞台上做高风险的动作，剧务人员上前搭把手，原本很正常。但舞台的高危动作并非只有小丹桂一个人有，其他的演员有了高风险动作，没有听说冷山有过扶一扶或者抱一抱的动作，说明这里边不只是涉及到了演员动作的高风险，还涉及到了舞台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秦怀岳一共演出40余场，算上排练，据说冷山对小丹桂的扶一扶或者抱一抱的动作达到了70余次。小丹桂的同门师姐周婉薇当年也在丹桂剧团，亲眼目睹了这件事。她说冷山每次都会去扶小丹桂一把，时间长了，男女之间就会有一种暧昧的观点。我想这是肯定有的。冷山风流倜傥，温柔体贴，在艺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对这时正遭遇生活、艺术双重危机的小丹桂来说，这样一个人的到来简直如同天降救星。那么在当时，小丹桂与冷山的关系究竟到了哪一步？是什么让这个才子佳人的短暂浪漫故事成为了一场悲剧的前奏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3集《爱如昙花》。有了这样一种暧昧的观点，两人也就不再满足于公开场合的接触，而是在寻求更加私密的接触方式。什么私密的接触方式呢？一是打电话，二是通信，三是单独约会外出。我们先说打电话这件事情。电话都是冷山打给小丹桂，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话还远未普及，只有像张春帆、小丹桂这样的上层人物家里才有电话，没听说冷山家安装有电话。冷山给小丹桂打电话都要使用外面的公用电话，但小丹桂与张春帆住在一起，冷山打给小丹桂的电话又不想让张春帆知道，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挑张春帆不在家的时候打电话。小丹桂告诉冷山，每天上午9、10点钟张春帆不在家，冷山便在这个时候找部电话打给小丹桂家。后来张春帆知道了这件事情，追问他们在电话里谈了些什么，两个人都说是谈论艺术问题。张春帆不相信，说谈艺术在剧团里不能谈吗？即使打电话还用躲着藏着？张春帆有这样的疑问倒也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两个人这种谈论艺术问题的方式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当然张春帆有没有权利有没有资格去追问人家的电话内容，那是另外的问题。我们再说通信这件事。1947年9月，冷山去苏州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他与小丹桂注定要分开一段时间。两人分隔两地，面对面的谈话不可能了，电话联系呢也不方便，因为那时的电话在本地打还可以，如果要打长途，就要通过人工中转的长话台，很麻烦的。他们要交流，只能靠写信。他们确实写了信，而且很频繁。在9月份1个月的时间里，两个人的通信达到了7、8封，平均每4天就有一封信。而且他们的通信方式也颇为奇怪。小丹桂寄给冷山的信就直接寄到冷山在苏州的摄制组信箱，但冷山寄给小丹桂的信却寄到一个叫刘琼的人的信箱里。刘琼是个电影演员，冷山的朋友，他收到冷山的信以后再通知小丹桂去取。这就怪了，小丹桂家里就有信箱，为什么舍近求远放着自家的信箱不用，非要到朋友家去取信呢？答案只有一个，不想让张春帆知晓此事。因为小丹桂与张春帆共用一个信箱，如果冷山的信寄到小丹桂的信箱里，就可能会落到张春帆的手里，而寄到朋友那里就没有这方面的危险，只是稍微麻烦一点。小丹桂与冷山两个人在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呢？后来张春帆知晓此事以后，反复的追问他们两人都说信里只谈了艺术问题，没有说别的。张春帆不相信，逼着他们把信交出来。两个人的回答又是惊人的相似，看过就丢掉了。张春帆又是不相信，到处找，结果一封也没有找到。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关于当年的案子，后人也很好奇，但无论是谁都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其中的一封信。看来小丹桂与冷山在这件事情上都没有说谎，那些信可能真的看过就毁掉了。从法律的角度讲，小丹桂与冷山之间的通信属于个人隐私，张春帆无权追问，他逼着人家把信交出来更没有道理。但在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以后，我们今天想着把这个案子讲清楚，倒真的有必要分析一下小丹桂与冷山在这些频繁的通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真的是单纯的探讨艺术问题吗？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过，小丹桂小的时候在家里读过私塾，但时间很短，不到2年
以后呢就再没有进过学堂。这样说来啊，他的文化水平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小学2年级。后来通过舞台上的磨练，他在表演艺术上有了很深的造诣。如果是面对面交谈的话，关于表演艺术，他肯定能够谈出不少真知灼见。但是要让他把这些真知灼见付诸笔端，形成文字写下来，那显然是难为他了。冷山身为编剧与导演，写些表演艺术方面的文字当然是轻车熟路，但是要把高深的艺术问题写得通俗易懂，能够让一个相当于小学2年级水平的读者读懂弄明白，那对于大作家也会是一个新问题。他如果真的做到这些了，那一定是一些很宝贵的文章，怎么能够看过之后随手毁掉呢？另外谈论艺术问题还用得着借用他人的信箱吗？干嘛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再结合着冷山去苏州之前与小丹桂之间的那种特殊的通电话的方式，说明他们之间很可能不只是谈论艺术问题，在谈论艺术问题的同时，或许还会涉及到一些不愿意让张春帆知晓的内容。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刚接触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谈话可能真的只是谈艺术。冷山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小丹桂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两个人自然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共同语言。但接触的时间长了，他们就可能在更多的领域找到共同语言，双方谈话的内容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随之改变。谈话内容的变化反映的是两个人相互关系的变化。他们起初接触的时候，彼此关系很简单，一个是编剧兼导演，另一个是剧中的主要演员。导演为演员讲要领，演员领会导演意图，按照导演的要求把戏演好，如此而已。但后来接触多了，关系就变得复杂了。还是小丹桂的同门师姐周宝奎的那个说法到位，他用了暧昧的观点这样一种说法，话说得很巧妙。所谓暧昧的观点，我们理解就是已经不同于普通的朋友关系，有了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但是呢又没有把话挑明。这种概括应当说是符合小丹桂与冷山相互关系的实际。从小丹桂这方面来说，根据种种资料分析，他对于冷山应当说是有了好感，而且是女人对于意中男人的那种好感。否则的话，他不会对冷山讲张春帆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这样的话，也不会用别人的信箱与冷山暗中通信。他有这样的感情其实不难理解，是很正常的。他那年已经27岁了，渴望有个自己喜欢的男人，渴望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与张春帆同居生活了多年，但张春帆并不是他喜欢的男人。与张春帆相比，冷山呢，年轻、英俊、文雅，待人温和体贴，而且他们还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民国年间是一个青年人渴望追求浪漫的年代，而小丹桂在舞台上又在天天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经典的浪漫故事。如今这个浪漫故事从舞台上走了下来，梦幻中的白马王子竟然出现在自己身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小丹桂芳心萌动，的确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那冷山呢？他那年30岁，已婚，有了子女。但那一代男人婚姻大多是由父母包办，所以已婚男人在外面与自己喜欢的女人谈情说爱也并非个别现象。小丹桂是越剧名角，待人温柔和气，艺术上有追求，人又长得漂亮，眉眼之间蕴含着风情，这样的女人自然招男人喜欢。冷山的幸运在于不仅是他喜欢家人，家人也喜欢他。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他们两人相互交往中间，有时小丹桂主动一些，有时冷山主动一些，两个人有来有往，有呼有应，一段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似乎就要成型了。不过才子佳人的故事即使有，也只是在脑海里想过。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两个人谁也没有把话挑明，所有的一切都还只是停留在暧昧的观点这样一个层面上。那为什么没有挑明呢？我们分析，主要的障碍就是张春帆。小丹桂对自己与张春帆的同居关系很不满意，肯定是想着有所改变，但让他主动的去与张春帆决裂断绝关系，他可能并没有打定主意，或者说是还没有那样的勇气。那冷山呢？他对张春帆也很怕的，这从他谨小慎微的给小丹桂打电话通信这些事情上就能看得出来。另外冷山已有家室，家里的事情也很多，他可能还没有通盘考虑过。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小丹桂与冷山之间也只能说是有了那么一点暧昧的观点。背着张春帆，小丹桂和冷山有了不少接触，随后他们还第一次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看电影。这本应是小丹桂一生中少有的幸福甜蜜的时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次看电影1周后，小丹桂自杀身亡。那么看电影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3集《爱如昙花》。她是民国时期红极一时的越剧皇后，正当大红大紫之时，她却突然自杀身亡。有人说她死于经济纠纷，也有人说这起悲剧与她和2个男人的感情纠葛有关。而检察机关法庭指控小丹桂是受他人教唆而自杀。那么小丹桂自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他留下的遗言做人难中又包含了怎样的隐衷？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我们再来讲他们之间的约会。冷山在苏州拍电影拍了大约1个月的时间，9月底或者是10月初又回到上海。回上海之前，他在苏州接到小丹桂的信，约他到上海以后一起看一场电影。这是在他们2人相互通信中间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唯一的一项内容，而且呢并不是讨论艺术，是相约看电影。其实这是符合他们彼此关系与实际情况的。以小丹桂的文化水平，要在信中讨论艺术显然是强其所难，但写一点生活与身体情况，约一个具体活动，那还是没有问题的。一男一女相约看电影，这又是一个暧昧的观点。在当年，看戏与看电影都经常被用在人际交往中，但应用情况又有。越剧名伶小丹桂与她仰慕的男人冷山一起看电影，不料这件事被和他同居的剧团老板张春帆发觉了。此后他究竟经受了张春帆怎样的精神折磨？冷山一向对小丹桂体贴有加，在此关键时刻，他的态度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究竟是什么导致小丹桂在7天后自杀身亡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4集《名伶受审》。1940年，20岁的越剧演员小丹桂跟随剧团老板张春帆到上海演出，并很快大红大紫。在此过程中，小丹桂被张春帆霸占，成为了张春帆的外室夫人。之后，小丹桂的演艺事业又遭遇了危机，这让她的内心更加痛苦。正在这时，
一个叫冷山的剧院编剧走进了他的生活，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冷山和小丹桂接触频繁，1947年10月的一天，他们还相约一起去看电影。不料这件事却被张春帆发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上次我们讲到，小丹桂与冷山晚上相约看电影，回家晚了，张春帆问起来，就说和于家母妈一起吃了夜饭，又一同去看了电影。但张春帆根本不相信，说小丹桂这是在撒谎。那张春帆为什么知道小丹桂在撒谎？我们接下来再说张春帆那天晚上的活动。张春帆晚上6点多钟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没有见到小丹桂，只见到了小丹桂的妹妹钱琼韵。钱琼韵比小丹桂小2岁。小丹桂与张春帆同居以后，他便由老家来到上海，1年前与张春帆手下的一个经理结婚了。那天下午，他来姐姐家，姐姐有事外出，他便留下来给姐夫做了晚饭。吃饭的时候，张春帆曾经问过他，你姐姐什么时候走的？和谁一起出去的？他也没多想，就如实回答说，姐姐是下午5点来钟出去的，就一个人走的。张春帆听了也没说别的，因为小丹桂的搭档徐玉兰刚刚离开丹桂剧团，小丹桂一时呢还没有找到新搭档，没法登台演出。张春帆便临时找了另外一对演员，演员是临时找的，剧团的事情有些忙乱，他匆匆吃过饭便去了国泰剧院。在剧院里，他见到了前来看戏的于家母妈。原来于家母妈听说国泰剧院请来一对新演员，当晚便来看戏。张春帆见了他，还与他一同坐在包厢里聊了会儿家常。等回到家见到小丹桂以后，小丹桂却说与于家母妈一起看电影了，这不就穿帮了吗？张春帆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将自己刚才与于家母妈坐在一起看戏的事情对小丹桂讲了。小丹桂慌了，急忙改口说，与经常写信来的戏迷去星光大戏院看电影，看后呢又坐3轮车去京都大戏院看戏。张春帆追问他们在哪儿吃的饭，吃的什么。小丹桂说话是前言不搭后语。张春帆问那个人叫什么，住在哪儿，要去对质。小丹桂说不知道那人叫什么，也不知道住在哪儿。张春帆问你不知道叫什么，不知道住在哪儿，那怎么通信？小丹桂出了一身的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那我们今天看，小丹桂遇到的不是什么大事情，他无非是与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看了场电影，有什么了不起？张春帆是他的表叔，凭什么干涉？但这件事情在张春帆眼里却成了大事，他不依不饶，一定要让小丹桂从实招来，说清楚和谁在一起，都干了些什么。他歇斯底里，大喊大叫，据说还打了小丹桂。就这样，从子夜时分一直闹到天大亮，张春帆依然没有平息的意思。小丹桂意识到，不说出实情，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他承认自己是与一个男人去吃了饭，看了电影，还在公园散了步，但只是做了这些。张春帆追问那个男人是谁，小丹桂神情疲惫，用笔在纸上写下冷山2字。写完以后，他看了一眼屋里的钟表，时针指向10点钟，也就是说，张春帆已经吵闹了将近10个小时。张春帆一见小丹桂写出的冷山2字，更是暴跳如雷。冷山是他请进剧团的，这不是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他一个劲地追问小丹桂和冷山究竟是什么关系，平时如何联系，看过几次电影，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干过些什么，
而且越问越不像话，一直问到两个人一起开过几次旅馆，在哪儿开的房间。小丹桂如实讲了与冷山交往的全过程，对于没有干过的事情一概否认。他还对张春帆发誓，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但张春帆已经丧失了理智，根本不听小丹桂的解释，还说要找冷山来对质。说完便怒气冲冲地向外走。经受不住张春帆长时间的折磨，小丹桂被迫说出了冷山的名字。除了感到对冷山的愧疚之外，这时的小丹桂或许还在暗中抱着一种希望，那就是自己仰慕的冷山能站出来，共同对抗张春帆。那么面对来势汹汹、兴师问罪的张春帆，冷山将有怎样的表现？他的表现为何会让小丹桂遭受沉重打击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4集明明受审。张春帆并不认识冷山家，为了找到冷山，他先是找到了剧团的另一名编导吴琛，由吴琛带路开车来到位于巨鹿路的冷山家。张春帆和吴琛来的时候，冷山刚吃过早饭，看到张春帆怒气冲冲地进了屋，他心里已经明白哪方面出了事情。张春帆问他昨晚干什么去了，他表现得很坦然，说去看戏了，与刘雄一起去的，在某某戏院，还拿出了一张戏票的存根让张春帆过目，说如果张春帆不相信，可以找刘琼去问。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冷山昨晚回来确实是做足了功课。他不仅能够说出什么戏院演什么戏，还有戏票存根为证，而且还找了证人。在这方面，小丹桂显然不如他的思维缜密。但张春帆根本不听那一套，冷山将戏票存根递给张春帆看，张春帆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用的劲很大，把冷山的眼镜打得飞出去很远。冷山只觉得眼花头昏，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张春帆仍然不甘心，还在那里边喊边骂。他见冷山坐在地上不说话了，便强行把冷山拉出屋，塞进汽车里，像押犯人一样押到了自家大门。张春帆押着冷山进门的时候，小丹桂正披头散发的拥背坐在床上。张春帆拉着冷山进了屋，让他与小丹桂对峙。冷山毕竟是书生，面对着凶神恶煞般的张春帆，看来是有点害怕了。张春帆逼他跪下，他照着做了。张春帆让他交代与小丹桂在一起都干了什么，在哪里开的房间，开了几次。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与小丹桂交往的过程，一再讲自己与小丹桂的关系就是普通的编剧、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关系。两人无论是交谈、打电话还是通信，完全是谈艺术、谈戏剧。自己只是想着在戏剧艺术上帮助小丹桂，对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张春帆命令他交出小丹桂写给他的信，他说呢，信看过就丢掉了。张春帆追问昨天看电影票是谁买的，冷山说是小丹桂买的。张春帆回头问小丹桂，小丹桂说是冷山买的，但冷山坚持说就是小丹桂买的。张春帆也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是谁买了票，便又逼着冷山跪着发誓，说以后要断绝与小丹桂的往来。冷山按照要求发了誓，张春帆这才放他走。民间有句话叫做男儿膝下有黄金，说的是男人不能够轻易下跪。冷山在张春帆面前跪着，表白自己对小丹桂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发誓以后断绝与小丹桂往来，这些无疑给了小丹桂很大的刺激。在这以前，他对于冷山可能在朦朦胧胧中有过一些期盼，甚至可能会梦想着让冷山帮助自己摆脱张春帆的枷锁。但冷山的表现
把他心中可能会有的那一点梦想击得粉碎。至于那2张电影票的争执，也够让小丹贵寒心的。周宝奎回忆，事后小丹贵曾经很肯定地对他讲，电影票就是冷山买的。凭着周宝奎对小丹贵的了解，他相信小丹贵讲的是实情。他还记得小丹贵骂过冷山，说冷山是下作皮。张春帆不断冷嘲热讽，曾经仰慕的冷山又懦弱退缩，为自保不惜对张春帆下跪求饶，还歪曲事实，为2张电影票这样的小事儿与小丹贵争论不休。看电影事件使得小丹贵深受打击，他打破了小丹贵对才子佳人浪漫故事的美好幻想，也使得本就面临生活和艺术双重危机的小丹贵坠入了更深的深渊。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看电影事件对于小丹贵的打击都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他与张春帆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年多，这期间都是张春帆要求他怎么做怎么做，他从来没向张春帆提过什么要求。如今就因为与别人看了场电影，张春帆又打又骂，又吵又闹，搞得满城风雨，这让他今后还怎么登台唱戏？他是个很看重名声的人，而这件事情让他觉得自己颜面尽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张春帆自以为抓住了小丹贵的把柄，继续对他冷嘲热讽，肆意侮辱，甚至当着来访的亲友和演员的面奚落他。在重重打击面前，他想到了死。曾长期与他合作的2煎蛋演员魏兰芳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悲戚地对魏兰芳说，为了看一场电影这样的小事，却闹得天翻地覆，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做人还有什么滋味？看来我要走马章花同一条路了。马章花也是越剧名伶，也是浙江嵊县人，比小丹贵小1岁。他11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唱小生。他聪明貌美，刻苦勤奋，第一次登台就获得家乡观众的如潮好评。1936年，马章花随戏班来上海演出。1938年开始担任戏班头尖小生，与演花旦的袁雪芬唱搭档。他们在舞台上演出了很多戏，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在旧戏《梁祝哀史》基础上改编的新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戏轰动了上海舞台，连演3年，马章花因此也被业界誉为闪电小生、越剧皇帝。马章花戏唱得好，人又长得漂亮，便被剧团老板看上了，想着将她收为外室。他不从，离开了原本的剧团。但那位老板依仗着金钱与势力，通过一些小报小刊对他恶语中伤。张花在气愤中离开舞台，随后忧病而死，死的时候年仅21岁。当时还有一个说法，说马章花曾经服莱沙尔自杀。马章花的死是当时上海越剧界的一件大事。如今小丹贵突然说起了马章花，还说自己也要走那条路，这让魏兰芳很紧张。他当即劝慰了小丹贵几句，然后呢，又将小丹贵的话转告了张春帆。没想到张春帆听后竟冷冷地说，他真的去死，倒清爽了。10月13日下午3点多钟，皇后剧院老板沈义涛来到张春帆家。在谈话中，张春帆又一次说起了小丹贵与冷山的奸情，并且大骂冷山，也大骂小丹贵。当时小丹贵就坐在里间屋内，与外间只是1板之隔。张春帆的恶言恶语像一支毒箭，直达他的心间。沈义涛那天说话不多，但却提到了阮玲玉。沈义涛对张春帆说，电影明星阮玲玉就是因为与张达民、唐季山搞3角恋爱，最终走上了服毒自杀的道路。
沈一涛说这番话的意思可能是提醒张春帆注意不要出什么乱子，但事后有人认为他的这些话可能成为压垮小丹桂的最后一根稻草。沈一涛走了，张春帆仍阴沉着脸坐在家里。4点来钟，小丹桂忽然装扮一新，从里屋走出来。他描了眉，化了妆，换上了一身漂亮衣裳。自从看电影事件以后，他从没有化过妆，也从没有穿过色彩鲜艳的服装。今天这是怎么了？张春帆觉得有点奇怪，但也说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小丹桂走出了家门，这是看电影事件之后他第一次迈出家门。他没有出门，只是来到邻居魏美英家。魏美英早听说了小丹桂的烦心事，还曾多次去劝慰他。今天见他气色不错，便请他坐下吃些茶点，还准备叫上他一起去理发店洗头烫发。小丹桂吃了几口茶点，便对魏美英说：“你去洗头吧，我在你床上困一会儿。”看着小丹桂躺下休息了，魏美英便出去洗头。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魏美英回来了，见小丹桂已不在床上。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小丹桂困了，想着睡会儿觉，干嘛还要梳妆打扮一番？睡觉用得着穿那么漂亮的衣服吗？联想到近几天发生在小丹桂身上的一些事情，他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急忙来到小丹桂家，张春帆和小丹桂的妹妹钱琼韵正坐在外屋聊天，里屋的门关着。魏美英没顾上与他们打招呼，就推门进了里屋，一股浓烈的莱沙尔气味扑面而来。小丹桂伏倒在床上，魏美英一把扶起小丹桂，只见她双目紧闭，脸色惨白，嘴角流出褐色的口水，全身散发着强烈的莱沙尔气味。魏美英知道出事了，便大喊起来。张春帆、钱琼韵也进了里屋，发现橱内有一只莱沙尔的空瓶，知道小丹桂喝下一整瓶莱沙尔，又看到床单上歪歪斜斜的写着8个大字：做人难，人难做，死了。张春帆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背起小丹桂就往外跑。这便出现了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讲到的那一幕。别看张春帆平时张牙舞爪，盛气凌人，真出了大事了，照样慌了神，乱了阵脚。后来小丹桂在医院不治身亡，张春帆听后大小便失禁，臭烘烘的拉了一裤子。一代名伶小丹桂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那一年他27岁。小丹桂死后，张春帆以教唆自杀的罪名被逮捕。然而，在小丹桂刚刚去世的时候，他的死并没有与张春帆联系起来，而是被归结于经济原因。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又是什么人的介入，让案情发生了转变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4集：名伶受审。她是民国时期红极一时的越剧皇后，正当大红大紫之时，她却突然自杀身亡。有人说她死于经济纠纷，也有人说这起悲剧与她和2个男人的感情纠葛有关。而检察机关法庭指控小丹桂是受他人教唆而自杀。那么小丹桂自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她留下的遗言“做人难”中又包含了怎样的隐衷？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小丹桂经抢救无效死亡，中美医院在第一时间向上海市警察局老闸区分局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消息。老闸分局立即派警察驰往中美医院，一方面通知检察处派员前来验尸，另一方面将相关人员带回警局讯明死因。
因为张春帆在医院里拉了一裤子臭烘烘的，此时已经被人带走换衣服去了，所以警察只在现场带走了小丹桂的妹妹钱琼玉、邻居魏美英和皇后剧院经理沈义涛3个人。面对着警方的讯问，钱琼玉、魏美英都证明小丹桂系服毒自杀，并陈述了小丹桂服莱沙尔自杀的具体过程。当被问到小丹桂自杀原因的时候，钱魏2个人都说是因为剧院经营不善、经济压力过大所致。钱琼韵还说，小丹桂在杭州买了处房子，但被他人占据了，所以感到心灰意冷。只有沈义涛在讲过小丹桂面临的经济困境以后，又提到了小丹桂与冷山看了场电影，张春帆听说以后大为不满，但又说呢，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天了，估计与小丹桂自杀没有什么关系。以上这3个人对于小丹桂自杀的前因后果都是比较清楚的，但可能是出于家丑不宜外扬的考虑，都把小丹桂的自杀说成是不堪忍受经济压力。警方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便将此事定性为因经济压力导致的自杀事件，并且于当晚形成了调查报告。同一天，《申报》以事业失败亏空数万万，粤剧名旦小丹桂自杀为题，大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情。这篇报道中所说的亏空数万万，是指当时通行的货币法币。在讲胡适与他的小脚太太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讲到过民国年间的货币，但那是民国初年的货币，是银元，因为正面呢铸有袁世凯的头像，俗称袁大头。这种银元币值相当稳定，胡适每个月挣280个袁大头，就可以确保全家生活无忧。而在小丹桂自杀的这个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已成崩溃之势，通货膨胀严重，法币贬值严重。这个时候的法币与民国初年的银元相比较，可以说是万不及一。我们接着讲《申报》的那篇报道。报道采用了警方调查报告中的说法，讲小丹桂自杀原因，据悉系由于经济关系，一时周转不灵所致。因小丹桂自去年经营国泰大戏院演唱粤剧，至今生意清淡，亏空达数亿元之巨，表示债务问题是小丹桂自杀最主要的原因。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媒体加入报道，人们很快发现小丹桂与张春帆生活宽裕，不像是被债务逼到绝路的程度。在小丹桂自杀后，人们对于小丹桂自杀原因的猜测，最初主要集中在剧院经营、个人债务和房产等经济问题上。然而，随着一个特殊群体的介入，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大转变。这个群体就是小丹桂的舞台姐妹们。民国36年，也就是1947年，袁雪芬发起沪上粤剧名家联合义演，准备击鼓建造新型的剧场。各路名家积极响应，粤剧界的小生、花旦、老生各行当有影响的演员几乎全部报名参加，形成了名家汇集的粤剧十姐妹。十姐妹联合义演的经典剧目叫《山河恋》，小丹桂参加了义演，在剧中扮演秘姬。小丹桂死了，十姐妹变成了九姐妹。九姐妹中有人受过张春帆的欺压迫害，没有直接受过欺压的，对张春帆的霸道作风也早有耳闻，对小丹桂受张春帆欺侮管束的遭遇抱有同情。如今听说小丹桂自杀了，便认定小丹桂是被张春帆逼迫自杀。他们聚在一起商讨对策，决定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张春帆斗争到底。
那些与小丹桂同台演出新越剧的舞台姐妹开始介入其事，社会舆论也随着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什么转变呢？我们下次再讲。越剧演员小丹桂死后，她的舞台姐妹们纷纷为她鸣不平，使得张春帆成为众矢之的，并遭到逮捕。那么张春帆是否会为小丹桂的自杀承担法律责任？他最终又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5集《身后风波》。王守义13香邀您接下来收看法律讲堂文史版。越剧演员小丹桂死后，她的舞台姐妹们纷纷为她鸣不平，使得张春帆成为众矢之的，并遭到逮捕。那么张春帆是否会为小丹桂的自杀承担法律责任？他最终又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5集《身后风波》。1940年，20岁的越剧演员小丹桂跟随剧团老板张春帆到上海演出，并很快大红大紫。在此过程中，小丹桂被张春帆霸占，成为了张春帆的外室夫人。之后，小丹桂的演艺事业又遭遇了危机，这让她的内心更加痛苦。正在这时，一个叫冷山的剧院编剧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们接触频繁。1947年10月的一天，还相约一起去看电影。不料这件事被张春帆发觉了，他对小丹桂和冷山2人进行审问，还长时间羞辱折磨小丹桂。几天后，小丹桂自杀身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上次我们讲到，小丹桂自杀以后，舆论界大多认为她的死是由于经济压力过大造成的，但小丹桂的那些舞台姐妹们却集体站出来为她鸣不平。我们前面讲过，小丹桂在世的时候，越剧界的10位知名演员被称为越剧10姐妹。小丹桂死了，10姐妹变成了9姐妹，她们聚在一起商讨对策，决定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张春帆斗争到底。从10月14日白天起，袁雪芬的雪声剧团停演，随后又有徐玉兰的玉兰剧团和王文娟、苏水昭等人的少壮东山等剧团相继罢演。到了当天晚上，全上海所有的越剧院均退票停演，对不幸的朋友表示哀悼。小丹桂死后，张春帆极力想把小丹桂的死当成自己的家事，对外发布了所谓张宅讣告，声称小丹桂是自己的妾，还将小丹桂的灵位写为张钱春韵。张钱春韵是什么意思呢？民国年间的女人出嫁以后，要在自家姓氏前面加上丈夫的姓。张春帆把钱春韵改成张钱春韵，意思就是告诉外人，钱春韵嫁给了张春帆。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处呢？主要就是想把小丹桂的死说成是张宅之事，别人就不要再说三道四了。当然也还可能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如果说小丹桂是张家的人，他死后的遗产也就要归张春帆所有。张春帆的企图引起了越剧9姐妹的不满与抗议，他们首先对张钱春韵的灵牌提出质疑，表示小丹桂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使用过张钱春韵这一称呼，要求张春帆说明使用这一称谓的理由。
张春帆先是说他已经纳小丹桂为妾，又说呢曾经将他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小丹桂。众姐妹不信，让张春帆拿出户籍册来让大家看看。张春帆起初不肯，后来舆论界纷纷指责他，还有人提出要追究他害死小丹桂的法律责任。张春帆害怕了，被迫交出了自家的户籍册，里面果然有钱春运的户页，但与户主关系一栏写的却是表侄女。张春帆无话可说，只得同意将灵牌改为钱春运女士。小丹桂死后，遗体安放在乐园殡仪馆。15日下午，粤剧9姐妹赶到殡仪馆，当时殡仪馆里挤满了小丹桂的粉丝和粤剧戏迷。9姐妹当场控诉张春帆平日对小丹桂的百般控制，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讲述了小丹桂因为与冷山看电影而招致张春帆的辱骂与责难的具体过程，指出小丹桂自杀完全是张春帆所逼。17日，粤剧界召开新闻招待会，袁雪芬代表粤剧界提出要与张春帆斗争到底，为女性和粤剧演员的权利抗争，并且提出要面见地检处的检察官，将张春帆绳之于法。粤剧界揭露张春帆的罪行，得到了众多媒体的响应。媒体原本的报道是将小丹桂的死因归咎于经济因素，而随着小丹桂大殓仪式的开始，媒体发现绝非如此简单。关于小丹桂遇人不淑，被逼而死，小丹桂平日行动无自由可言，受张春帆控制与虐待的报道和评论不断的见于报端。还有不少报道与评论将小丹桂自杀与10几年前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事件相联系，说小丹桂与阮玲玉的遭遇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受了流氓恶势力的迫害。申报于15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小丹桂一死起风波，张春帆成众矢之的，集中报道了这方面的情况。在粤剧9姐妹等人的呼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张春帆被捕。检方随后以教唆自杀的罪名对他提起了公诉。那么教唆自杀在当年是怎样一个罪名？检方为何会以这个罪名起诉张春帆？面对检方的指控，张春帆坚决否认，他还抢先对冷山提出了控告。那么他的控告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5集身后风波。她是民国时期红极一时的粤剧皇后，正当大红大紫之时，她却突然自杀身亡。有人说她死于经济纠纷，也有人说这起悲剧与她和2个男人的感情纠葛有关。而检察机关法庭指控小丹桂是受他人教唆而自杀。那么小丹桂自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他留下的遗言做人难中又包含了怎样的隐衷？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随着越来越多的内情披露，上海市警察局老闸分局原有的调查结论已经站不住脚。迫于舆论压力，老闸分局于10月25日起不得不就小丹桂自杀事件展开第2轮调查。与第1轮调查不一样，在第1轮调查中，警方根本没有见到张春帆的面，而这一次呢，调查显然就是冲着张春帆来的。在展开调查的第1天，警方就派人将张春帆拘押了起来。申报在报道这一进展的时候所用的标题就是张春帆神色沮丧，双手反铐解公堂。可见张春帆这一次是戴着手铐被押走的。第2轮的调查范围也比第1轮广泛。
第一轮，警方只是讯问了钱廷运、魏敏英和沈立涛这3个人。这一次呢，除了重点讯问张春帆，其他的调查对象还包括冷山、刘涛、吴琛、魏兰芳、周宝奎等等这些人，还包括上一次曾经讯问过的那3个人。警方形成的调查报告一共有26页，共有10000余字。调查结论也与第一份截然不同。第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小丹桂系因经济问题而自杀。这一份调查报告则认为，张春帆在日常生活中对小丹桂有限制人身自由与虐待情节。在得知小丹桂与冷山看电影以后，对小丹桂有过辱骂与责罚。在得知小丹桂有自杀倾向以后，没有采取任何防范。张春帆的这些行为与小丹桂自杀身亡有直接关系，应当承担刑事责任。10月29日，警方调查结束。3日，老闸分局将犯罪嫌疑人张春帆连同警方的调查卷宗移送到上海市地方法院检察处。地检处接手案件以后，又做了进一步的案件调查，并且于11月5日对张春帆提起公诉。检方在公诉书中指控张春帆在得知小丹桂与冷山相约看电影以后，对小丹桂日夜竭责，使小丹桂无由辩白以自杀事宜。而被告张春帆在明知小丹桂有自杀的想法以后，非为不加防范，一切连日喋喋不休，不稍让步，对于小丹桂的自杀起到了激促作用。据此，被告张春帆的行为构成教唆自杀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唆自杀这个罪名今天的人们听上去可能会感觉有点怪，但在当年的刑法中却有明文规定。所谓教唆自杀，就是劝说、利诱或者怂恿他人自杀。中华民国刑法第275条第1项规定，教唆他人使之自杀，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是说，如果公诉书中的指控被法院采纳了，张春帆就会面临着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检方要指控张春帆，然而张春帆不但坚决否认检方的指控，还把小丹桂死亡的责任归咎于冷山，并抢先发起了对冷山的诉讼。那么他起诉的结果如何呢？对于检方的指控，张春帆当然不认可。他在被羁押中曾写下一份长达数万言的自白书，较为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与小丹桂从相识到同居的过程，重点讲述了小丹桂自杀的前前后后。他只字不提自己对小丹桂的限制自由与虐待行为，而是大讲冷山如何垂涎小丹桂的美貌与财富，如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手腕实施掠诱，致使小丹桂无法自权，最终服毒自杀。张春帆被羁押在看守所里，法庭尚未开始审理他的案子，他却在看守所中延聘律师向上海地检处提交诉状，状告冷山犯有掠诱妇女、妨害自由罪。所谓掠诱，是当年刑法中所规定的一种针对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是指采用胁迫或拐骗等方式对妇女儿童实施犯罪。当年刑法规定，意图使妇女与自己或他人结婚而掠诱之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盈利或意图使妇女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掠诱之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上海地检处接到张春帆的起诉状以后，由陆振南检察官主持展开相关刑事调查。11月20日，陆振南检察官传冷山讯问，并提在押的张春帆对质。
冷山对张春帆的指控一概予以否认，坚称自己与小丹桂只是普通的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关系，两人在一起只是讨论了一些艺术上的问题。10月7日相约看电影也是为了观摩表演艺术，自己对小丹桂没有任何略有情节。另外呢，他还对张春帆的告诉人资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原告资格，也提出了质疑。因为张春帆是以小丹桂家长的身份提起诉讼的。冷山指出，在张家的户籍册上，张春帆与小丹桂之间只是表叔侄关系。小丹桂有哥哥姐姐妹妹，张春帆算不得小丹桂的家长，无权就本案提起诉讼。陆镇南检察官并没有理会冷山提出的告诉人资格问题，而是于当月27日以张春帆所控缺乏证据为由，宣布对冷山不予起诉。这样，由张春帆在看守所里边对冷山发起的指控，连法庭都没有上，便被检方驳回。张春帆状告冷山的案件无果而终，接下来他将面临法庭的审判。包括粤剧九姐妹在内的很多人都在关注着这场官司，他们期待着张春帆为小丹桂的自杀受到严惩。然而法庭判决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那么法庭究竟对张春帆做出了怎样的判决？而在几年之后的另一次审判中，张春帆又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小丹桂自杀真相》第5集《身后风波》。11月28日，上海地方法院首度开庭审理张春帆教唆小丹桂自杀案。由于报纸的广泛报道，加上教唆自杀这类事情比较少发生，而且这次事件呢又是发生在明星身上，这就使得当天到庭旁听的人格外的多。法院将审讯安排在第8审判庭，一共有100来个旁听座位，但那天前来旁听的有700多人，第8庭根本坐不下，人们都挤在门外，以至于开庭的时间是一推再推，到了下午4点半才算正式开庭审案。当天进行的是法庭调查，由上海地方法院资深法官梅尔和推事担任庭长。梅推事携地检处陈寿桃检察官升座，随后被告张春帆由法警押解进入法庭，张春帆的代理律师随同入场。张春帆当天穿着灰绒呢长袍，脚穿黑呢便鞋，神情萎靡。梅推事宣布开庭以后，法庭首先听取陈检察官陈述公诉要旨，大意是张春帆明知小丹桂有自杀之危险，不加防止，设有教唆自杀之犯罪嫌疑。然后法庭听取张春帆的辩护律师代表被告进行辩解，接着法庭又传唤了相关证人出庭。在法庭辩论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张春帆是否事先预知小丹桂可能自杀，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在有意诱导小丹桂自杀。检方根据冷山、魏兰芳的证言指控说，小丹桂与冷山看电影以后，张春帆苦苦逼问其中的细节。小丹桂曾经反复说自己是清白的，还说呢，如身体不清白可以死。另外，小丹桂曾经对魏兰芳说，为了看场电影这样的小事弄得满城风雨，看来自己只能走马张花那条路了。魏兰芳听后很吃惊，随即将这些话转述给了张春帆，而张春帆听后毫不在乎，还说他要真自杀倒清爽。这都说明张春帆事先知道小丹桂可能会自杀，但是呢，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反而仍然喋喋不休地辱骂小丹桂，应当承担教唆自杀的刑事责任。
而张春帆则矢口否认听说过冷山与魏兰芳陈述的那些话。张春帆的代理律师进一步陈述说，即使小丹桂真的说过那样的话，也并不能证明他当时已经决心要服毒自杀。小丹桂服毒自杀应当是猝然间受到某种刺激以后的激烈反应，对此张春帆与其他人一样根本无从知晓，当然也就不可能采取什么防范行动。至于教唆自杀，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在经过了2番开庭审理，控辩双方都没有新的证据与新的法律陈述了。12月27日上午8点，上海地方法院就本案第3次开庭。梅推士宣布开庭以后，首先依据程序讯明被告性别、年龄、住址等基本情况，然后起立宣读判决书主文。主文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张春帆无罪。随后梅推士宣读了张春帆无罪的判决理由，大意是小丹桂自杀出于猝然，绝非被告所能料及。被告既不能预料结果之发生，自然无从防止，也不应当承担教唆自杀之罪责。听过法庭宣判，张春帆面露笑容，他向法官深深一鞠躬，表示对法官的感谢。对于法院的这个判决，粤剧9姐妹大为不满，也可以说是十分的愤慨。他们认为是张春帆逼死了小丹桂，要求严惩张春帆，为小丹桂报仇。对于检方以教唆自杀罪对张春帆提起公诉，他们已经感到不满，因为即使这项指控被法庭采纳，最多只能判7年有期徒刑，这与粤剧9姐妹主张的讨还血债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就是这样的公诉仍然被法庭驳回，使张春帆得以逍遥法外，这无疑会大大激怒了粤剧9姐妹，他们纷纷指责法院是在包庇罪犯，纵容犯罪。但在当时的法律环境下，他们的声音很弱，对于法庭的判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在小丹桂自杀的案件中，张春帆被无罪释放，然而他并未从此逍遥法外。仅仅几年之后，由于张春帆的种种不法行为，一场针对他的死亡审判到来了。斗转星移，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摧毁了国民党政权的法律体系。从1950年冬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各地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反运动中，上海各界群众，尤其是粤剧界的演职人员，纷纷向人民政府举报张春帆在旧社会欺压演员、勾结日伪特务，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窝藏包庇恶霸地主、造谣破坏等等罪行。根据群众举报，已经潜逃到杭州的张春帆于1951年5月28日被依法逮捕。同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以反革命恶霸罪对张春帆处以死刑，张春帆随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电影明星阮玲玉，今天又讲了粤剧明星小丹桂，他们都是因为婚姻问题走上了轻生道路。我们这次节目中提到的马章花也是因为婚姻问题早早离开了人世，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当时的女演员为什么容易遭遇婚姻悲剧？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就民国年间的情况来说，女明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角色。随着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体的流行，他们的社会知名度空前提高，经常周旋于社会上层。但他们呢，又大多出身贫寒，
由于当时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就使得他们在婚姻问题上处境尴尬，很难组织正常的家庭。再说，女演员的社会知名度高，也容易成为各类豪强恶势力烈焰追逐的对象，导致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他们婚姻悲剧的一个原因。从另一个方面讲呢，演员在舞台上要入戏，天天要塑造一些重感情轻生死的人物形象，可能会让戏中人物影响到现实生活，容易把感情上的事情看得过重，把生死反倒看得过轻，这就导致他们在处理感情婚姻问题上有时会出现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此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再回来讲小丹桂，从小丹桂自杀身亡到张春帆被执行枪决，中间不过3年半时间。如果小丹桂九泉有知，想来也会后悔，为了张春帆这样一个人去寻短见，不值得。如果当时能够咬咬牙再忍一忍，也就过来了。他临终写的那几个字说做人难，人难做，原本没有错，但是正因为困难，所以更需要勇敢与坚韧。其实那一代艺人大多出身贫寒，包括小丹桂在内的粤剧10姐妹，人人都有一部苦难的人生经历，其他9姐妹都咬牙坚持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们都为粤剧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生命的可贵。一个人热爱生活，首先就要热爱生命，热爱艺术也要热爱生命，离开了生命，一切都无从谈起。关于小丹桂的故事我们讲完了。这是《聊斋志异》中记述的一则冤案。一名书生因为一句玩笑话，竟然成为了杀害邻居的嫌疑人，而知县却草率用刑，屈打成招，定为通奸杀人。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竟然改变了已成定局的判决。蒲松龄写这则故事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明天的节目里为您讲述法说聊斋致命的玩意。